台中市举办2020的台湾灯会，将伫2月7、8举行。为了要引起全国民众的注意，主办单位出动800台无人机伫夜空变化队形。这个摆出各种的台中意象的图，透过镜头，先来看这个精彩的表演画面。先来看2020台湾灯会800台无人机的表演。变化真紧，随变出台中市出名的地标乌心亭。 佫变出古早查某囡仔伫啉台中名产珍珠奶茶。出名后方铁马都嘛有。佫再变出几啊匹马，表现出万马奔腾的模样。即摆出动800台无人机模范班的表演，将伫2020台湾灯会开闭幕时表演，这嘛是全国目前上一台无人机的演出。无人机飞行的高度是不可以超过200米的哈，因此我们现在设计整个无人机之间每一台的间距是以1米为主哈。那在这个1米的限制之下，我们整个无人机要飞行出去的一个展演限制是非常困难的哈。 去年屏东举办台湾灯会，嘛无人机的表演，当时是引起轰动。台中今年办台湾灯会，嘛比较屏东请出无人机数量，佫比屏东加出500台，增加真济变化。再加上后里主展区各种的主题灯区，美术是伫侏罗纪世界恐龙园区，也有大海区的海底世界灯区。全国性的大活动，拄到武汉肺炎，台中市政府。 真全力，除了要防疫，嘛要拼出历史上展期上久、上水的台湾灯会。